祝你条命好定清澈，等愿主心听你，叫你的未来我来信连别你追梦我主宰，当日起鼓我心，为地跋倒失败。第二节。耶稣愿为基的条命，当当艰苦高见，世上暗夜扰乱生命，定是无法改变前景。好，已经有解过哈好。来，这条咱已经有唱过2摆过，今日是第3摆唱，拢是惊讲恁袂记。好，咱来看，上尾啊，迄条是300，迄条先来392，392，有这条，咱直接让我请。因为伊的牌号以上有些我改392走，咱的上赢来听琴弹一摆。咱以前的旋律是同款，但是伊的节奏无啥同款，所以拍子已经改哈。来，乐上帝万好，本愿地上万米叫一声称赞，天顶星山上赞万世，乐白行星星上。搁一摆来，乐上帝万好，本愿对上万米叫一声称赞，天顶星山上赞万世，乐白行星星上帝。好，这是上的歌，旋律小可会识，总是拍子无共款啊，含以前无共款，所以你若会当，着小可看谱一下，吼，伊乌的，就是较紧，爱较长吼。好来，咱搁来教咱头家444、445有唱过来，对吧？445刚好唱过嘛，那现在446，咱来唱一个。啊？445还没。好的，那445，咱来唱一段。来，本起，耶稣是恩惠教。家己家管先第一，免来
家己给我心底，叫做改变家己的，全给大世上成为，教会大心上有情，心都那灵心犯罪。所修真生命，也着小心来栽培，求主因传帮在因，互因家己路坚信，真中交不住有关，社会给。社会应该有质素，在做事都立规矩，制度设立有引断，为服务为中高官，社会建立那空旷，设立质素当着我，大行事。体系当协平利益交汇，充满幸福名声，地位照片搁有听，大行事讲上这里，无贪图不义在理，给我行为着断正。先讲好，再真正人，真全力感情无余。最后咱一摆唱444，咱唱过2摆尔吼啊，这已经第3摆要唱一条，我惊无熟，来起个音就好。444，来变来，祝你条命好定清楚。等我仔细听你，照你的话来，我来心绵绵。你最忙有主宰，到日去顾我心，为的跋倒失败。好，请咱同心来敬拜主。各位兄姐平安，当咱要开始今早起的敬拜，请咱将咱的手机关机，安静咱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
哈利路亚，称赞上主，着伫上帝的圣所称赞伊，着伫显出伊权能的强项，学罗伊，着因为伊大权能的作为称赞伊，因为伊的至尊至大，学罗伊，所有的喘气的拢着称赞上主。咱来吟圣诗56首。圣诗56首，就请听天使欢喜的声，咱起立来吟全首。是
请咱有缘徛着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字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壁倒人来受苦，应是会死埋葬轮毂。第三日伫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共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无我，永远活命。阿门。坐。这是咱的启用，今仔日的启用文56篇，今仔日启用文是56篇。创世以前就有道，道甲上帝同在。道是上帝。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上帝通过伊来创造万有。一切受造的，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伫伊面有活命，这个活命是人类的光。这个光伫黑暗中得照。黑暗毋捌赢过光。伊伫世间，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人毋捌伊。伊来到家己的所在，家己的人无接纳伊。遐个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伊使因有权，成做上帝的儿女。伊毋是对血统，毋是对肉欲。嘛毋是对查甫人的意念，是对上帝生的。都真做人踮伫咱中间，充满稳定甲真理。阮有看见伊的荣耀，是天父独一的囝才有的荣耀。伊对伊满满的恩典，分享加恩祝福，互咱大家。律法通过摩西颁布，稳定甲真理是通过耶稣基督来的。无人捌看见上帝，只有被心怀中独一的囝有甲伊显示出来。咱同心压头来祈祷。听阮的爸爸专能慈悲满满的上帝，阮有犯罪，离开主的道路，阮个人亲像马路羊一般，阮定定过头相信家己的敖，家己的计谋，有时阮会放纵家己的情欲，干犯主理性的法度，应该去做，阮无去做。总是无应该做，阮反转去做。主你可能阮性情会软弱，阮无力通行好。主啊，求你怜悯阮这可怜的罪人。阮诚心伫你面前认罪，求你赦免。阮伫你面前痛悔的人，求你接纳，因为这是你带领阮的主耶稣基督。
对世间人所应允的。求主悲的上帝，求你因为伊的缘故，压路来眷顾阮，互阮对待了后，会当有敬虔、公义、善良的生活，通来荣耀你的名。全能的上帝，你时常施落你的大恩，赦免一切反悔归向你的人。恳求你伫大家每一个忧伤痛悔人的心内，成就你所应允的救恩，赦免一切的罪，带领阮的主耶稣基督来洗清去阮良心上的罪恶，会当保守阮，互阮有过圣洁的生活，通得到对你来的平安喜乐，互阮会当欢喜来跟对主耶稣，服侍主耶稣。这时，阮要特别为着阮的牧师来祈祷，阮牧师今仔日所讲的信息，成做每一个人的帮助。也恳求上帝，你来开启阮每一个会友，阮坐伫遮，以及阮伫线顶所有的会友，每一个人的心目，互阮会当有智慧来明白圣经要对阮讲的道理，通成做阮生活中的帮助，会当来见证、来荣耀主你的名。主，阮感谢你，阮安尼全然的仰望、恳求、感谢、交托，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是咱的恭听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节有两位，第一位是伫个哥林多前书第10章12到13节，我来读。所以想讲家己徛在的，着谨慎，则袂跋倒。恁所拄着的考验，拢是人会拄着的。上帝是信实，伊袂予恁拄着担当袂起的考验。恁拄着考验的时，伊会甲恁开一条出路，互恁忍受会牢。过来第二位的圣经节，伫以弗所书第3章14到21节。因为安尼，我跪落赐名号，互天顶地下所有宗族的天父祈求，照伊丰富的荣耀，通过伊的圣神所赐的气力，互恁内在的人勇壮起来。我嘛祈求基督会因为恁的信来点伫恁心内，互恁定军下地基的疼，会当甲上帝所有的子民明白基督的疼是偌尼长、闊、懸、深，佮经验迄个超过人的知识所会当了解的疼，互上帝的完善甲恁完全充满。上帝会当用伊伫咱中间得运行的大能力，大大超过咱所求所想的，来成就一切。愿荣耀伫教会中，通过基督耶稣归乎上帝，到世世代代无穷无尽。阿免。愿上帝祝福听叹伊的话，搁去行的人。这时，咱要来请主日来学老，因今仔日要学老的诗歌是《至好朋友就是耶稣》。
感谢主吼，小朋友是唱台语的吼，所以可能较无法练转，但是无简单吼，这就是教育。过来，咱要请牧师来正道。牧师今日要正道的题目是顺境逆境，注目伫耶稣。来啊，这边今仔日是咱伫咱礼拜中要有安尼举行即个新任的长老，甲着执事机构或者首长的就任式。我相信有人安尼对教会中5位长老，就2位的长老是新任，10位的执事内面有7位是新任的执事。有个人会感觉担忧。我想这拢是人的常情吼。但是这也是，若要讲嘛是一种关心教会的一个表现。但是咱毋通袂记得，就是这个拢是主耶稣所竞选出来为着伊的教会来服事的。既然是主的教会是伊是教会主，所以伊的确负责吼。因为主耶稣伊安怎讲？伊讲我的恩典够也利用我的恩典有够通满足你的需要，因为你软弱的时，我的气力才会当完全发挥。所以，如果咱若伫咧中间伫遐担心毋若是一种对咱的主无信心的表现，嘛是对主的竞选的一种的质疑。伫即个所在，我毋是要来做定罪，咱是要做一种的提醒。耶稣基督是教会主，伊既然竞选，伊就的确负责。当然咱所有受竞选诚做伊所托付的人，应该伫咧主甲众人的面前谦卑顺服，来伫遐来尽力，来伫遐安尼服侍，才袂辜负咱主耶稣的即个托付。这才是受托的人应该有的迄款安尼的态度。其他的人虽然讲咱无伫咧教会内面当值，毋管你是信徒也好，你是团契的契友也好，咱毋是踮伫咧一种迄个监督的迄个角色。安尼，敢若只有责怪遮的主所托付的遮的同工因无做好，是讲看到啥物款的迄落欠缺时阵伫遐来责备。我想这毋是咱做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咱应该有的态度是啥物款的态度？就是当咱看见咱的同工做了无好势的时阵，咱应该有的态度是叫做这都是我的错。是安怎叫做都是我的错？当咱看见咱的同工做了无好势的时阵，咱无出力伫迄个中间来帮忙咱的同工，互伊会通做较好势。所以因为无我的斗相共，互遮个同工安尼做了无好势，所以这都是我的错。因为无我，但是因为有我的即个参与咱会通做了更较好势。会爱互咱的教会会通安尼哪来哪好。虽然讲袂讲，咱讲虽然袂通讲安尼马上变好，但是会哪来哪好，会通诚做主所欢喜的教会。我想这是一个咱诚做教会一份子，咱应该有的迄款安尼的态度。安尼的时阵，咱的教会才会哪来哪进步。咱伫咧教会内面无责备，只有干那会通讲伸出咱的手来，诚做咱的同工内面会真要紧的帮助。这是咱先同心来祈祷。恩典的主，阮感谢你，主你有呼召阮众人来参与伫主你教会内面的大细项事。有人诚做教会的长老、执事，嘛有诚做教会内面团契小组的同工。
阮也是检查，阮只不过是干那教会内面的会友，不管阮伫教会内面担任什物款的职分，主你拢圣神亲自来带领引带阮，互阮会通安尼用心伫主你所交托阮的每一项代志顶面，互阮会通哪来哪好，也互阮的性命哪来哪学习，亲像主耶稣共款。愿你的神不断来引带阮、带领阮，也启示阮、启发阮，互阮会通伫主你的教会，伊伫咧阮的社区，会通做更较好的工，互主你的名伫你的教会、伫社区来得到高举、得到荣光。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牧师伫咧准备今仔日的讲道的时阵，后来因为最近咱台湾有一件即个事我感觉讲对咱尤其是对做同工的真要紧，所以我有做一寡修正我打算要对最近一对基督徒的翁仔某的即个婚姻破裂的即个事件来讲起。啥若要用即个翁仔某的即个事件，因为因是公众人物，因嘛伫众人的面前自称因是基督徒，所以因伫咧即个荧光幕的头前是人人称羡的光鲜亮丽的一对夫妻查甫的甚至比是安尼看做咱讲叫做优质偶像。伊安那讲伫咧伊家己迄个社交的媒体的顶面的遐个粉丝都有7000多万的即个粉丝。那伊也讲，伊佫讲，伊佫伫咧众人的面前，甚至伫咧伊的音乐会顶面伫遐来讲起伊基督徒的身份。伊嘛伫遐来见证讲。见证伊的信仰对伊的影响，伊嘛捌安尼讲过。伊讲伊讲我若落了迄个舞台的迄个刹那，剩我一个人的迄种的时阵，迄种的剧烈反差，我只有干那一直祈祷。这是伊讲的。结果罗马手伫咧最近爆发出安尼，会通讲，互侪人安尼讲。咱讲目睭落落来瞠目结舌的这个事件，这也要互我安尼想起着，其实伫咧咱的中间咱的迄个阵迄个李正传弟兄，伊伫咧伊原底本底是一个受刑人，后来伊真做更生人了。伊伫咧即个世间落尾手，伊安尼尽力做好伊家己。伊已经洗礼，真做基督徒。伊就安尼好好伫咧伊的每一个角色顶面做好伊家己本身。更生团契也捌邀请伊讲是毋是邀请伊要到伫家乐来着遮个修行人来伫遐分享伊的。伊的即个性命来得到改变，安尼的代志。但是阵伊讲伊毋敢去到伫迄个所在，毋是伊无一个好的见证，乃是伊真清楚知影讲伊人的软弱，因为伊伫咧家内底，伊看了伤济有偌尔济，伊家己自称讲嘛是过去受刑人，后来安尼。去到等于出家了伊嘛那像有真好的事业，也是讲有真好真请呀的一个真风光的一个迄落过去了，伊转去到伫家乐伫遐来做见证。阵讲安怎？讲后来伊搁伫咧家乐内底，共款搁拄到遮个人，咱着通知影讲人会软弱。就算讲你原底本底你偌年已经你有做偌年迄落安怎的改变，但就算讲你已经做基督徒偌年久，你性命得到改变，但是
撒旦对咱的试探，犹原是遐尔济，是迄个不断的，一直到当咱去到伫主的面前的时阵，咱才有法度来伫遐来着咱的主，来伫遐来交差。所以我要来引用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牧师，伊所分享的几个问题，来咱彼此来互相勉励。特别是伫咧咱今仔日有侪遮长老执事恁要就任还佫有一寡咱的遮个机构、咱的团契小组的遮个同工恁要就任，咱彼此互相提醒，互相来勉励。牧师会真要紧，即个部分是因为牧师安尼伫咧若回想我过去伫咧2005年，我要入去到伫新人院读册的时阵，就差不多伫咧迄个前一年，也就是2004年的时阵，迄个时阵阮伫遐开拓教会教会嘛有真好的成长。伫咧阮迄当阵是对10个人对母会去到伫新的教会伫遐来开拓教会。后来伫咧我要离开教会的时阵，教会出席的人数约了差不多80个。我无要伫咧迄所在有做啥物款的乒乓，乃是我要伫咧即种讲起着，阮伫咧迄时阵阮拄着的一件代志。迄个时阵，阮的开拓的牧师伫咧有一天伊就约着几个遮个核心同工。也就是阮过去内面，我要提起着阮伫咧开拓教会时阵所谓的4大金刚。后来这4个包括我，诚做教会长老，阮伫咧迄个所在来尽心尽力伫遐做。有一天牧师就邀请阮遮个核心同工去到伫教会，伊就当头对面就甲阮讲，恁伫咧会友的面前，拢是叫做台面上的人物，难免有信徒会对恁所奉事的这事工会对恁开始产生了那种爱慕的心理，甚至有可能把恁当作性幻想对象。所以恁就应该警惕，唔通咱讲入了迷惑。不要落入了那个迷惑。我迄个时阵，我一直想无，我讲牧师你是安怎要对阮讲遮个代志？我毋是服侍了好势嘛？我毋是嘛有真好的遮个读经祈祷的生活嘛？阮囝毋是嘛有安尼伫咧教会有真好的教会生活？阮的服侍囝毋是嘛真有果效嘛？牧师无你安尼敢会伤过紧张？但是我无想到讲，伫咧2005年，到我要入去读新学院的安尼前几个月，就爆发伫咧教会内面，阮的这4个长老内面一位长老，甲着教会内面的一位执事，即个爆发了即个婚外情，迄就伫遐安尼。迄时安尼，甲阮告诫即个牧师，但已经迄个时阵已经离开阮，去到伫别间教会。阮的另外3位的长老伫遐安尼辛苦劝无效，甚至即个长老嘛会拍某，甲因长老娘拍甲一个面青歪歪。即个代志也互教会信徒安尼感觉非常失望，甲艰苦心。落尾手，我若想到这个来，我若想到安尼代志，我以为嘛还佫会安尼真艰苦，因为迄是阮同齐伫迄个所在，安尼咱讲。有革命情感，同齐去开拓教会，结果只因为阮无够警醒，抵到阮的同工来伫遐失落。
阮伫咧苦劝无效的结果，阮只有安尼用着流目屎，用着教会法规来来改种解解职，改这位长老教会即个开拓阮同齐伫遐开拓教会，安尼讲同甘共苦的同工，即个长老甲着迄个执事来改伊伫咧教会内面的行政职。所以牧师做过教会长老执事，我真清楚知影咱人的软弱，甲咱的无够野。所以，但是当然伫咧教会要甲即个行政职改调进前，其实真个长老甲执事因早就已经离开教会，因为因无受苦劝。因后来因嘛虽然搁去到伫无共教派，因为伫咱的长老教会，你只要受到教会法规的即个约束了，就会伫咧小会内面有记载，即个某人伊伫咧啥物时阵受偷即个教会的即个改即个行政职。就需要即个长老也是执事，伊家己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伫遐来伫遐宣告，也是讲承认因家己的罪。安尼时阵，即个才有法度撤销。只要你若愿意真实来悔改，认家己的过错，就会通来解除原底伫咧教会内面的迄款的记录。这拢是人因为骄傲所带来迄个无愿意谦卑、认家己的罪结果。所以后尾搁一摆来邀请咱同齐，咱伫遐来谦卑、来反省，伫遐来自省，咱兼有伫咧即个中间有做了安尼互上帝伤心的事。第一件代志，咱迄个实际的迄个样貌，甲着你伫咧公共的面前的迄个形象有一致无？主耶稣伊捌真严肃来安尼责备人讲伊讲，因为恁亲像迄个擦着迄个白白的迄个网，外面好看，内面却是堆满死人的骨头，甲逐项的即个污秽。恁嘛亲像安尼，外面互人看做义人，内面却充满假好甲不法。使徒保罗伊伫咧迄个中间，安尼嘛一个咱讲真语重心长来对伫教会用来指出一个危机。伊安怎讲？伊讲迄个有敬虔的外貌，却无有敬虔的实质。有敬虔的外貌，却背弃了敬虔的实质。如果若圣神伫咧咱的内面，伫遐来甲咱甲咱对咱来光照，也是讲咱有看见咱不管是咱家己也好，还是教会内面有安尼破口的时阵，咱应该就赶紧的将即个破口来甲伊插密起来。第二，你有留心来处理你内在你心中的你的迄个旧性，还用旧人。甲着迄个新人，又讲咱的咱正做一个基督徒，应该有迄个新人，迄款安尼迄个张力啊无？一个基督徒固然迄个咱讲固然伫咧即个耶稣基督的即个救恩内面，领受迄个因信称做义安尼迄款安尼的恩典，迄个白白恩典，咱会通恢复甲上帝迄个合宜的关系。咱也当时伫咧中间，咱要来经历迄个顶头生，是迄个新造的人，来恢复上帝所创造咱原本迄个应该有的迄款安尼的形象。但是咱的生命内面，犹原需要继续持续伫遐迄个咱讲支取迄个成圣成义迄款安尼的恩典。也就讲，你的成圣。毋是讲你马上得到，迄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不断更新的一个过程。
咱才有法度来除去咱身躯顶，还是咱的心灵顶面所有一切遮的误会。过着一个德性有存安尼一个属灵，甲着迄个道德的一个生活，互咱会通伫咱的生活中，真正会通讲叫做容神益人，荣光上帝对人是有利益的。所以，若基督徒无警醒来安尼军对着即个圣神的即个意思，来治死咱迄个内心的迄个老我、老我，迄款的咱讲邪情私欲。咱时刻会安尼随时就来安尼讲体贴着咱的即个迄个眼目，咱的目睭，甲咱的耳孔，甲着咱的肉体所有一切情欲，甚至伫遐来为所欲为，伫遐来肆无忌惮，伫遐行做。咱看咱伫咧即个社会内面，有我尔啊侪基督徒，伫遐讲着讲伊是基督徒，但是伊所讲的甲所做。甲伊所讲的所做甲着伊家己本身，迄是一个真大的反差。这就是圣经内面是安怎会伫遐不断来写出，伫遐来记载，做这咱圣经的这伟人，因伫咧迄个中间，因安怎跋倒，搁怎样伫迄个中间来爬起来。我想上直接的咱也会凊彩去想，应该就迄个代笔就是一个上好的例。伊伫遐陷入着迄个安尼讲，迄个情色的迄个网络的内面，伊也伫遐，甚至伊为着安尼来伫遐来谋杀，伫遐来安尼入里伫咧迄个试探的内面。我想这就是一个咱真好的境界。但是代笔伊伫咧中间，伊有伫遐来欢喜认伊的罪，来得到上帝伫遐来接纳伊，甚至来讲，就讲代笔是我心所安尼讲，是我什么？我心内迄个是我所欢喜的，是我所接纳的。咱过去甚至伫咧即个。咱的教会历史内面，伫咧西方有一个真有名真有魄力的一个基督教的即个咱讲护教的一个学家，伊的名叫做拉维那个撒加利亚。伊嘛是同款，伊为着基督的名伫遐来辩论，伫遐来护教，伊嘛犹原同款落入去伫咧一个真可怕的即个性丑闻的内面。所以，咱应该伫咧咱的每一日来安尼伫遐来咱家己来提醒，伫咧咱的甚至伫咧咱的生命内面，不断伫遐来主来伫遐祈祷，伫遐祈祷讲安怎讲主啊，但求你保守我，互我无伫咧即个钱金钱是伫咧性伫权利顶面来跋倒，互我会通一生来伫遐来刻无，我一生来伫遐来荣光主你。第三。我伫咧即个所在，咱的即个恩典，咱上帝所赏赐咱的所有一切，即个恩赐，咱的才华，甲咱的性命，咱的品格，有安尼平衡并重。一个基督徒，一个有安尼好的品行，是讲有品格修养，若无有安尼真。迄个真积极，积极来安尼发掘出来，也是发挥对上帝所领受迄款安尼恩赐才干，安尼是非常的可惜的。咱有当时有基督徒受到邀请，讲某人是毋是会用邀请你来同齐来做某一个代志的时阵，咱时常咱拢会讲真谦卑，伫遐来提示讲我真含慢。当人甲你邀请的时阵，人是安怎会甲你邀请？就是看见你有法度伫迄中间来帮衬伊，假毋是？当你伫遐讲我真含慢的时阵，是毋是某一个程度你是咧对伫咧主来伫遐来控告，也是讲对伫主来伫遐来讲主啊，你拢无互我半点的这恩典、这恩赐嘛？所以当咱人若安尼。甲咱
迄落邀请的时阵，咱是毋是有欢喜来伫遐来回应讲，就算我袂晓，我嘛欢喜来试看卖啊咧。互咱真正欢喜来互主所使用。当你欢喜互主使用的时阵，主伊敢若会将互你伊赏赐你的恩典，原底你伫咧你看是无的，但是因为你欢喜互主使用了了，结果就是安那，迄个无的要成做有的。因为主嘛安尼讲，见若迄个家己认为做无的，连你有的嘛要甲你刷去，敢毋是？所以求主帮助咱。所以咱若安尼迄落，但是咱嘛要讲到转来，就算讲安尼，咱温顺，安尼讲，咱讲才情洋溢，才华出众。如果咱若无有一个真好的品格，咱任性妄为。就甲亲像咱今仔日咧讲的即个事件的即个主人共款，咱嘛要亲像圣经内面的即个士师即个参孙即个士师共款，伊有真大的困难，但是伊却无用伫咧正确的所在。直到落尾手，虽然上帝依然借着伊来将这非利士人来甲因拍败。但是伊嘛因为安尼丧失伊的性命，所以像咱若注意看，伫咧初代教会的时阵，因真重视两项代志。第一项代志就是迄个属灵的恩赐，因嘛伫咧迄个中间，毋若属灵的恩赐伫遐来咱一般咱若是讲到属灵恩赐，咱就讲讲方言行医治个什物大能等等这。但是伫咧圣经内面，搁另外一位伊所要求的是啥物货？是圣神的轨迹，敢毋是？是这两项代志爱并总的，同齐合格，安尼拢同齐安尼并总伫迄中间，是迄咱讲迄个圣神的大能，伫咧咱的信徒的迄个生命的内面，以及伫咧教会内面，伫遐伊期待咱会通。安尼有迄个，毋若有得到迄个属灵的恩赐，嘛要结出侪这圣神的果子。这才是迄个圣神伊的运行伫咱心中，伫教会内面的旨意。为着要互上帝的儿女满有迄个耶稣基督的迄个权能，甲着伊的迄个样相，互咱会通真正来影响即个社会。包括伫咧你的政治、司法、企业、教育、科学、艺术，是伫咧媒体、甲着医疗，甚至伫咧娱乐的顶面。所以牧师袂真爱讲，亲像讲，虽然讲亲像讲，咱伫咧即个圣诞月，咱今仔日沿岸7点，共款伫咧即个运动公园遐。同款有一场上路尾的即个音乐晚会，伫咧中间有邀请到侪这的艺人来伫遐来表演，伫遐来见证。但是咱上重要的是，你有迄个好的品格来影响即个世界无？咱若无一个好的信仰、好的品格的时阵，咱要安怎成做侪人迄个好的模范？就较着咱今仔日咱伫遐咧讲起即对翁仔某，因所行所做，至到互上帝的名得到见效，敢毋是？所以你有好的恩赐，你也应该有好的品格来安尼伫迄中间来展现你的性命出来。第四，你的信仰甲你的神学根基到底是啥物货？旧约先知伫遐讲安怎？迄个旧约的诗人，伊伫遐讲，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华语讲安怎讲？我让耶和华藏在我里面。所以咱共款，咱需要不时伫遐来感受着上帝甲咱的三个的伫地。主要所以嘛来讲，我的羊听我的声音，讲听我的声音，因跟对我。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也跟从我。基督徒信仰，甲着即个神学的根基是圣经的启示，甲主耶稣伊本身啊。
毋是某某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名人，是这个咱讲，甚至是网红级的这个人。所以牧师伫咧即个中间，捌伫咧讲台面顶底下讲，咱就应该好好来看圣经。牧师嘛有讲咱毋是只有看即个注释书，但是有人听讲牧师反对读注释书，你去看牧师的迄个册架顶面就知影，牧师偌济注释书。牧师啊，佮后来伫咧咱教会即个图书馆遐嘛，佮买偌济注释书。但是注释书无法度互咱得到生命，上帝的话才有法度互咱得到生命。你注释书读了愈济，结果你的生命若无改变，犹原嘛是咱讲规章好好。但是咱因为咱认捌上帝的话，咱真清楚上帝的话，咱照上帝的话来行，你就要画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芳味。咱到底是伫遐迷信某一个真够写册真够表演，倒一个迄个才明星，当初是即个基督徒联祷会伫遐咧安排，咱即届所有的即个圣诞月，所有像伫咧今仔日都是伫咧今仔日。今仔日总共照着我所知影，总共有80个影视明星拢伫咱宜兰。有的教会有邀请去到因的教会伫遐来分享见证。但是牧师无爱邀请安尼的人来，因为我毋知影伊过来伊会发生啥物代志。咱嘛共款，咱应该伫咱的生命内面不断伫遐来提醒咱家己。咱嘛有可能会有跋倒的时阵，但是安尼的时阵，如果咱也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你所活出来的生命，如果若无法度互人真做安尼，互人。安尼会有法度来亲近上帝。你只有将人引到伫你的面前的时阵，迄毋是一个水的信仰，甚至是咱讲窃夺上帝的荣耀。所以牧师伫遐期待咱伫咧咱应该好好搁一届来伫遐来安尼好好来反省咱的生命。甲咱的信仰到底，咱是用什么来做咱的根基？过来，若搁讲伫咧上帝国度内面，就算讲像讲咱今仔日咱伫咧讲起着即对翁仔某，虽然对侪基督徒来看，看见因安尼迄款所活出来、所见证出来。至到那亲像互上帝的名来得到安尼拍拉山，但是咱毋通袂记犹原还佫有侪这信仰的见证人，因伫咧迄个中间，那亲像云彩共款围绕着我们，敢毋是？咱无应该因为一个基督徒，伊的迄个咱讲伊的即个基督徒名人的迄个跌倒，来致使到咱来对咱的主安尼讲失去咱的迄个信心，也是讲，互咱伫咧侍奉的时阵，咱的手立到咱的手下垂，伫遐互咱军队主的骹步伫遐来搅乱。所以咱搁讲到倒，今仔日咱诚做一个主内兄弟，咱若是当咱若用着迄个大笔的迄个。伊伫遐来悔罪的迄个诗篇51篇，以及着伫咧主耶稣伊伫遐讲着迄个浪子的披露的时阵，以及伫雅各书伫迄个所在会教导，讲咱着爱彼此伫遐认罪，互相代求，咱就要得到医治啊！咱若用安尼的原则的时阵，今仔日咱的基督徒的兄弟，因拄着安尼的代志，请问。当咱看见安尼新闻的时阵，咱除了对因有侪的评论以外，
咱敢有为因来祈祷嘛？我想即马伫咧咱的即个网络的世界，较侪是真侪人是做所谓的叫做键盘侠，哦，再补一刀，哦。其他咱会通伫咧咱的机体内面，咱真侪大道的勇士，咱看见咱的同工，咱的机体若有跋倒的时阵，咱毋是指责，乃是搁较侪为因来代祷。第五，你有用心经营你的家庭，甲着你的婚姻吗？上帝伊创造人咱的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爱因来伫遐管理这个世界。后来到伫即个上帝的囝儿耶稣照着约瑟甲玛利亚即个婚姻的即个，咱讲婚姻的平台来降生，甲着伫咧因的即个家庭内面成长。基督教的即个教育内面，伊迄个基督教的迄个创造，甲着迄个救赎的迄个信仰，拢共款无离开一个真要紧的，就是家庭，甲着迄个婚姻的即个论述。上帝伊真关心人类的即个家庭，伊要互咱伊要使用咱的家庭来维持即个，咱讲伊即个受造的即个咱讲受造界吼的迄个和谐甲公义。所以伊伫遐讲对上主的人物会通普及全地亲像水充满了大海共款。伫咧以赛亚书第11章内底，那里讲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遍满全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所以伫咧这个所在，咱就通看见，就是耶稣咱的主，伊期待咱透过咱的家庭，透过咱的婚姻，要来互即个遍地来对伊有搁较大的人物。咱要怎样来平衡伫咧咱的即个事业，甲着咱的家庭的生活，来牧养咱的家庭。咱每一个家庭，咱每一个做主，迄个咱讲做男主人的，你有好好来牧养你的家庭无？你既然要成做迄个一家之主，你有好好来牧养你的家庭无？你有建立一个像建立固定搁一个真温馨的迄个家庭祭坛，来伫遐来守望来陪伴着你的即个另外一半，甲着你的儿女无？也是搁安尼咱讲轮回吼，才会受伤失眠，才会受伤的人。伫咧圣经内面，伊对伫基督徒的迄个意象是一个什么款的意象？即个嘛是真做伫咧我的厝门口一个我所放的匾。一般家庭伫咧厝拢放的拢是基督是五家之主。迄当阵当我的厝要入厝的时阵，人甲我讲伊要送我一个匾。我特别甲要求，我特别甲要求讲，会用麻烦你送我一个，讲论到我甲我的家，阮决断服侍上主。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真做伫咧阮兜的门口，要入阮兜门口的一个匾，也真做我的提醒。咱有决定要侍奉咱的主，是咱要侍奉咱家己。第六，你有为着你家己来找到一个守望，是督责你的人无？基督徒有三个对德。第一个就是咱内在的迄个恼我，咱的罪性。以及着迄个外在的即个灵界，即个黑暗的即个权势，也就是咱知影的魔鬼撒旦。以及第三就是即个世界上遐个堕落，即个价值观，甲着所有一切即个风俗，直到互咱离开咱的主。安尼呢，咱敢无要
如果咱也无照着咱的迄个，咱讲心意更新而变化，以及我靠咱的耶稣，我靠着咱咱奉主的名所设立的这个信仰的这个团体，遐伫遐彼此伫遐来守望，伫遐来彼此来扶持，咱真容易就会真紧来体贴咱家己甚至乎咱讲给魔鬼撒旦留地步，是伫遐来安尼模仿这个世界，甚至落尾手随波逐流。伫咱的教会历史内面，伫18世纪有一个真要紧的运动，就是英国的这个殉道复兴的这个运动，英国殉道主义这个运动，这是一个真注重基督徒彼此伫遐来立约、伫遐来守望的一个精神的运动。伫迄所在，所有的这兄弟姊妹，因伫遐因伫咧彼此内面因伫咧因的团体内面，伫遐来互相的问责伊伫遐来问责啥物货？伊伫遐讲，伫遐彼此伫遐来坦诚来伫遐来分享，就讲我过去即一礼拜内面，我拄着啥物款的试探。伊伫遐来诚实来伫遐来讲起着，我伫咧即礼拜内面，我拄着啥物款的试探。佮讲来，我如何来赢过即个试探？伫迄个中间来伫遐来彼此勉励，伫遐来彼此来带导。所以当咱若拄着试探的时阵，咱敢会来咱的这同工，咱的肢体伫遐来甲伊对因来甲因分享。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真正咱会通成做迄个真正迄个信仰的团体。咱伫咧中间看见咱的肢体，咱的同工当因有安尼行了无好势的时阵，咱需要去甲因提醒，互因会通安尼行伫咧迄个主所欢喜的迄个正路顶面。这才是一个咱做一个教会基督徒应该要有的本分。所以我嘛要用着主耶稣伊捌安尼对伊的门徒安尼祈祷，我嘛安尼咱彼此伫遐来勉励，伫遐讲主耶稣伊捌安尼讲，不过我也为恁祈祷，互恁袂失去信心，恁回头转来了后，就坚固你的兄弟的信心。但我已经为你祈求，使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当咱伫咧教会内面也好，伫咧咱的生活内面也好，咱需要不断伫遐来彼此互相代求。我期待讲，这嘛真做咱彼此咱的代祷。咱伫遐代祷，求主帮助咱，互咱伫咧面对各样的迄个试探的时阵，咱袂至到失去咱的信心。当咱回头，转来到，就算讲咱跌倒，咱跌倒了再站起来。当咱回头了后，咱才有法度坚固咱的兄弟，敢毋是？所以求主帮助咱，伫咧咱今仔日咱的所有咱的在长老执事，甲着咱的所有正当工要就任的时阵，咱搁一摆彼此互相来勉励，互相来提醒。咱期待咱的教会会通哪来哪好，会通真做教会的信仰的典范，也会通真做咱伫咧彼此，甚至真做咱的社区。当人若讲起着咱的教会时阵，人拢是竖起大拇指来学乐咱的教会，因为咱有法度真正活出见证主伊所交托咱安尼迄款的使命，互咱真正会通互主的名伫咱的教会，甲着咱的社区得到荣光。咱同心来祈祷。恩典的主，我满心感谢你，祝你互阮做一个基督徒，做你的学生。虽然阮伫即个社会犹原共款会面对侪的试探，阮也看见伫阮的肢体内面，因为
家己的软弱跌到绊倒，主阮无伫迄个中间来指责，主乃是阮要扶持，阮要劝勉，也互阮所有这伫你教会内面要担当要紧的即份这个长老执事，甲着所有正团契机构同工，主你帮助阮，互阮会通活出主你爱阮活出安尼的款式来。高举主你的名，见证主你的名，互主你因为阮所行所做得到荣光，愿你听阮恳求的声，圣神不断来引带带领保扶持阮，安尼恳求祈祷，拢上个主所叫的圣名，阿免。这是咱要来举行长老的即个就任吼，设立。因为咱今仔有2位的长老是封立的，封立长老，有3位长老是已经属任，所以是设立长老，所以等下封立长老的时阵，有迄个为祈祷的时阵，会迄个就请2位长老，爱跪伫台前，咱伫主的面前来使用，这是咱来吟圣诗445首。请咱起立来吟。这是来请5位新任的长老：庄芳美、曾正公、曾碧光、张淑芬、冯林慧，请来徛来到伫台前。电子。这碟小会奉三位一体上帝名组织，要来创立这个庄芳美、张淑芬，甲着设立
曾碧光、黄灵惠、曾正光做教会长老。伫旧约时代，有长老、祭司，甲着利未人三甲同工来管理圣殿，甲着会堂。伫咧新约的时代，也有设立甲着即个智慧的即个长老，甲着来甲侍奉上帝话语的牧师，三甲眷顾伊的教会。长老的职分是要甲牧师治理教会，访问身躯欠安的，鼓励领心的。教育少年的，引带求道的，造就信徒的信仰，做信徒的模样。若受交代，通来代表着同会来负中会甲总会都无教会的发展。所以这个时阵，咱也要来誓约大先，咱要来奉立的誓约的部分吼。请庄芳美甲着这个张淑芬来誓约。恁答要领受长老的责任，恁有确信这是上帝的召命啊无？各怪是所有的长老的誓约。曾碧光、庄芳美、张淑芬、黄灵惠。真正讲，恁有接受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话，做恁信仰甲责任唯一的根据啊无？恁有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的使徒圣经、尼西亚圣经，甲着台湾基督教会信仰个别啊无？恁欢喜做南洋东会长老，是着忠诚尽职服侍教会，尊奉基督做教会头，协助牧师治理教会，来归荣光上帝。恁有诚实遵即个意思来行啊无？长老教会是起造伫上帝话，恁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啊无？请咱会众来起立。这个部分是会友的誓约的部分，请咱所有正会友同齐来誓约。恁已经经曾碧光、庄芳美、张淑芬、黄灵惠、曾正光来做恁的长老，恁有诚实欢喜接纳因啊无？因照法度治理教会，恁着欢喜承受来顺叹。恁要安尼行啊无？恁着敬爱因、体贴因、替因祈祷。因为着恁的信仰生活着活，爱恁得着救，恁着帮助因，互因较会做较会尽做长老的本分。恁要安尼行啊无？关系保持教会的秩序，彼此若有失错，应该通知，互小会说法，毋通四过八扬，致到妨害大局。恁要安尼行啊无？请跪止。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南洋东会小会权柄，设立恁做奉立恁做奉立恁，甲着设立恁做南洋东会的长老来协助牧师，通通知遮的正信徒知，即个职分是照规矩交代恁。当圣神设立恁做长老，着照顾上帝教会羊群。来监督伊，毋通出伫勉强，是着存欢喜的意思，做羊群的模样，做大牧者，安尼就是大牧者显现的时，要得到未败坏荣光的冕旒。阿免。我奉主的名，奉伫你做长老。
我奉主的名来奉伫你做长老，奉主的名设立你做教会的长老，奉主的名设立你做教会的长老，做教会的长老。好，请起立。这是咱请咱兄弟请坐，咱这是要来接纳请转过来哈。先把这个垫子拿开 ，OK， 来往后退一点。曾碧光长老哈，来庄芳美长老，张淑芬长老，洪明慧长老，曾正光长老，咱来请咱配任的长老，包括慧理长老吼，拢出来做接纳吼。李长老甲着美珍长老，那个来明达长老，来。来，来握手接来。咱搁一摆鼓掌哈。好，这是要来结束的设立结束，请咱来吟圣诗446首，圣诗446首。咧吟的时阵，请咱新任的结束来到伫台前。真侪，这是小会要奉爸囝圣神的名自就来设立尤佩瑜、方美珍、吴承安、李恩清、李恩心、陈文南、曾建民、曾子祥、简秀美、魏庄训，做教会的职事。起初教会有设立7个人来办理教会事务，咱也请人来协助牧师甲长老，互因专心侍奉上帝话甲圣礼典。所以请咱受竞选或者的职事，咱三个来誓约。
恁答要领受即事的责任，恁有确信这是上帝召命啊无？恁愿意做南洋教会即事，就爱忠诚尽职，协助牧师甲长老来归荣光上帝，利益伊的教会。恁要安尼行啊无？教会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伊做主。就既若关系教会事务，就我靠伊来设法。恁要安尼行啊无？恁肯降服台湾基督教会长老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甲规则啊无？即时请会众起立，请会友按会众来誓约。林义经、尤佩瑜、方美珍、吴承安、李恩清、李恩心、陈文南、曾建民、曾子祥、简秀美、魏庄训，诚做恁的职事，恁有诚实欢喜接纳因啊无？因替恁办理教会事，恁着敬重因。听从因，替因祈祷，恁要安尼行啊无？关系保持教会秩序，恁彼此若有失错，应该通知互小会说法，毋通四过报扬，直到妨害教会大局。恁要安尼行啊无？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着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南洋东会小会权柄，设立恁做南洋东会职事，煞通知正会友知。这个职分是照规矩交代恁，但恁受设立做职事，协助牧师甲长老，着遵清气的良心办理教会事务，互上帝名得到荣光。阿免。这时，咱请所有的长老会友请坐。这时，咱要来请所有的长老包括退任的长老，咱同齐来接纳，请转过来。来。来介绍对咱右边看迄个简秀美执事、李恩心执事、方美珍执事、曾建民执事、陈文南执事、尤佩瑜执事、吴承安执事、曾子祥执事、魏章训执事，咱各一届过奖，好，请坐，请回座。这时咱要来祈告首长的这个就任，请咱来吟圣诗444首。请咱起立来吟，也请这个注意的校长曾建民、少年团客庄景文、李伟杰、魏章训、赖必爱、曾正公、黄林慧、陈立淑、曾建民。
彭燕云来徛做台前。这时咱要来设立教会机构，即省长会友请坐。曾建民、庄景文、李伟杰、魏庄训、赖必爱、曾正公、冯林慧、陈立淑、曾建民、冯燕云。恁要领受水路校长、少年团契会长、学青小组组长、社青团契会长、妇女团契会长、弟兄小组组长，甲着信爱成人团契会长、少年团契会长、教会诗班班长、音乐侍奉团团长。恁有确信即个是上帝召命啊无？恁要领受即个职，恁着我靠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来尽你的责任。恁要约安尼行啊无？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着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南洋东会、小会宽别，设立恁做主义的校长、青少年团契会长、学青小组组长、社青团契会长、妇女团契会长、弟兄小组组长、信爱成人团契会长、少年团契会长、教会诗班班长、音乐侍奉团团长。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甲着恁的所做，常常关心伫即个事，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阿门。来，请转过来。这是咱新一任的这个机构，迄个音乐侍奉团的团长彭燕云，妇女团契会长赖必爱，迄个青少年团契会长庄景文，体育学校长迄个曾建民，社青团契会长魏庄训，少年团契会长陈立淑，信爱成人团契
冯林慧，弟兄小组组长曾正公，还有咱的学青学青小组李伟杰，愿主保守因所做真正会通安尼，互主的名得到高举互主的名得到荣光这时咱嘛共款来，请咱的这长老来甲因接纳我顺续来颁这个任命书。职学校长，来，安尼。青少年团契会长，伟杰，学青小组组长，社青魏庄训，葫芦堂客，来，弟兄小组，陈正公。新爱全人团契会长王林慧，松年团契会长陈立石，购解师班长，这双重。好。音乐释放团团长，来，咱鼓掌，好，以上来，谢谢，还没握手，来。请咱的所有的长老来握手接纳来这边，这边对，来握手好，恁彼此。伫咧咱也未奉献进前咱嘛要代表教会来多谢咱过去伫咱教会内面奉事久久因要伫咧今年咱即个12月底就要来退任吴明达长老甲着迄个陈慧丽长老，请恁起立个迄个监会执事，甲武术警执事，站起来就好，来，请起立因4位到今年年底就任满所以咱鼓掌，甲因多谢因伫咧安尼。遮侪年伫教会着我，咱感谢主。好，请坐。好，这是咱来
感恩奉献，请吴素锦执事、李恩新执事来书献。上帝，愿感谢你，因带阮经过2021年。虽然伫今年，阮有拄着疫情的冲击，嘛有拄着侪苦难，总是阮毋知，真爱知影阮头前的路，甲阮的未来，总是你有叫阮，着爱紧紧来军队助你，阮着爱学习完全的交托你，因为你着要掌管阮的未来，愿阮会当一步一步的脚步，紧紧来军队你，互你来掌管阮的一切。答阮奉献淡薄的经文，做主你教诲路用，求你圣化感力，愿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求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请坐。这时咱来看本周的金句，伫周报的第4页。哥林多前书第10章13节吼，咱同齐来读台语版本吼。来，恁所拄着的考验，拢是人会拄着的。上帝是信实。伊袂互恁拄着恁袂起的考验，恁拄着考验的时，伊会甲恁开一条出路，互恁忍受会着。好，过来咱来读和合本修订本啊。来，你们所受的考验，无非是人所承受得了的。上帝是信实的。他不会让你们遭受无法承受的考验，在受考验的时候，总会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让你们能忍受得了。
好，过来咱来报告吼。报告的大声，毋知有第一摆来到咱教会当中的兄弟无？无啦吼，等顶了后边迄个弟兄，我牧师的右边。哦，那个从前他已经来好久了。哦，是。好，安尼是我唔对啦，不过加深大家的印象了哈。好，谢谢。好，来，咱来看周报哈。报告的事项，第一点，今仔日礼拜中，咱有举行2022年新入的长老执事以及新任的会长甲组长的就任式哦。这个名单我就无搁读吼，因为拄仔咱拢已经有就任。过来第二点，咱本主日是今年度关校的日子吼，请各堂客将咱年度的结余款吼，伫今仔日交转来教会吼，交互庄方美长老。过来就是各堂客2021年度的收支凭证吼，现金账甲分类账吼，请咱伫1月9号吼，1月初9。交转来教会吼，教会关校的时间是28号吼，所以应该是正确是28号啦吼，因为头前写今仔日啦吼，28号吼。过来第三点，请咱各堂客吼，赶紧将咱的事工的报告吼，寄来教会电子信箱吼。咱伫1月初2吼，就是后礼拜吼，要做这个年度研讨会开会时要使用。咱的会员好会伫每年的2月27吼要召开吼。过来第三点就是今仔日礼拜4吼要召开新任甲旧任的中级会以及小会吼，请咱新旧任的中级吼。同齐来开会吼，过来第二点就是今仔日咱会分这个圣诞糕吼，放伫招台岛吼，咱有需要兄弟咱家己来提吼，请咱注意吼，有效期限是到2月28，所以就是到拜二，在2月28，嘿，今仔日提吼，3工来爱食了哦，吼，食袂了莫强食好无？但是真好食吼，就是3工尔啦，有效期限特别甲大家提醒哦，好无吼？爱记哩吼。第三点就是迄个大家军姊妹啦吼，伊为着建堂来义卖吼，还有迄个豆子啦吼，搁肉粽吼，这个收入全部拢做咱的建设基金吼。伫外口招台岛遐有吼，这是义卖吼，毋是赠送吼，所以咱有感动的啦，有感动的兄弟吼，咱来通来买啦吼。介绍敢若有写伫顶悬遐，吼，咱家己来看，吼，遮咱家己的需要吼。过来第4点是小会公告，就是顶礼拜吼，咱接了周婕妤姊妹、廖丽瑜姊妹为陪参会员，铁木马少做咱的为陪参会员吼。第2点接纳学士奖学金的颁发，第3点接纳主席和校长的派任。过来就是咱本会林秀慧姐妹伊的妈妈吼，林王涵姐妹吼，安息主怀，已经伫昨昏来举行告别礼拜吼，愿主的圣神亲自来安慰夫妻。第6点。12月28就是过来这个拜二暗时8点到9点吼，咱本会要举行岁末感恩祷告会，欢迎咱兄弟吼会当来上台见证分享上帝恩典。咱若有意愿要分享的兄弟吼，通甲家军家来登记吼。过来第7点后一季的新势力吼，伫咱招台岛吼，请兄弟来替他来关心明年度的事工。具体消息的部分就是AMD 运动公园体育馆头前吼，就是咱注疫苗迄个所在啦吼，伫头前迄个所在有迄个圣诞摸彩音乐晚会吼，这个活动咱正宫长老吼，带强生跆拳道馆的囡仔吼来代表咱本会提供这个节目，
咱嘛征召4位兄弟吼，伫摸彩的时阵，通来斗摕即个摸彩礼物吼。若有意愿的兄弟吼，则牧师来报名。过来大道的事项，请咱来看代祷哈，并付上祷告的代价哈。过来就是咱顶洲聚会出席的部分吼，请兄弟来过目过来下一个礼拜，咱轮着服侍兄弟，请咱备办心。上尾是即个过期报告吼，请兄弟来过目，若是有顶办的所在，则找干事来做更正吼。兄弟平安。迄个搁一解小可说明吼，咱的圣诞糕其实是拜四就到啊吼。因为咱的即个圣诞糕是迄落算讲拢没有无防腐剂吼，所以会用放的时间真有限。所以因为迄寄来到咱遮，为着要互咱摕着吼，所以拢爱提早寄，所以都变做逐项已经伫咧咱教会已经放2天去啊吼。所以咱若摕着了吼，咱就尽量赶紧来甲伊用完吼。是讲嘛会使送互咱的即个厝边头尾甲伊祝伊圣诞快乐吼。那迄个嘛，请正宫长老预备20份要给小朋友，好，你要那边要留着吼。因为咱托正宫长老安尼带领即个强生跆拳道馆的小朋友吼，要代表咱教会伫咧延安要迄个伫咧即个音乐晚会顶面吼，嘛有即个表演吼，所以咱嘛真感谢因，即个中间嘛要来安尼征召啦吼。即马目前有2位甲我报名吼，就是因为即个大会吼，咱旧年吼总共有1500人参加即个音乐会伊内底有迄个摸彩的即个时间吼欠动工吼咱教会受托要求出4个人吼其他个另外2间教会拢出4个安尼吼总共12个吼，所以即马还阁欠2个若有意向，时间你大汉嘛好势，通好来参加的请咱来甲牧师讲吼咱就迄个延暗安尼。6点的时阵吼，通好来到伫即个运动宫伫遐来预备安尼吼。即个时阵要来颁发即个第一个是先头拄咱的头拄应该同齐做啦吼，无做即马来补做，就是发任命书啦吼。所以请咱新任的长老方美长老吼，请家军来献上。家军呢？好，赶快，好来。好，过一边，口罩。那个正宫来的顺势脱口罩，安尼较紧。地光，淑芬，王长老，我对他吗？来，过来换结束。
执事也有哈。这个任命书哈很重要，啊那呢，这你拢要扣起来，以后当这拢是你的，嘛是一种证明，甲你的荣光啦吼。你捌伫咧教会担任要职安尼吼。那个尤佩瑜，佩瑜还没来，那方美珍先。恭喜！陈安，恩清，随便带出来。恩心，好，文兰，口罩。建明，子祥，秀梅。握手了，唔免摕安尼。喂，张训，好。这位无电来啊？哦。恭喜。好，佩瑜。好手伫网底。过来就是来颁发迄个咱顶礼拜有洗礼周婕妤，婕妤有来吗？都没有来，不是有交代，没有来。好，安尼今仔日带好两个洗礼者拢带好无够，好。这是咱来同心来祈祷。天父的宝贝，阮感谢你，阮为着过去这一年，阮献上阮的感谢。主耶稣，你教示阮，凡事阮拢爱感谢你，不管是好的，或者是无好的，因为阮知一切拢是你伫咧掌权。主，阮为着过去新冠的疫情对着阮造成的影响，阮向你献上阮的感谢。虽望伫人来看，这个影响、这个打击是人类真罕咧拄着的代志，阮无愿意拄着。总是阿爸爸，阮知伫这个过程当中，你嘛要照着这件代志，互阮人类过再一遍，阮好好来反省。阮面对着人甲人的关系，阮面对着医学科学的进步，阮的态度是甚物？主，我嘛感谢你看顾阮台湾，阮为着阮台湾甲大陆两岸的发展，
为主，你来献上感谢。恳求主，你帮助引带，互阮伫台湾的百姓会当安然来徛起，因为有主你的保护看顾。主耶稣，我嘛要特别为着阮的执政者来祈祷，恳求你保守看顾因，互因有听即个土地百姓的心，互因愿意嘛有谦卑的心来替百姓来设想。主耶稣，我嘛为着阮教会发展，向主来献上阮的感谢，因为主你的引带，你的保守甲看顾，互阮会当伫即个所在三角组织，互阮会当伫生命顶悬得到进步。主，阮感谢你。听阮的宝贝，阮要特别为着阮60周年，阮的特刊，阮建堂的事工，献上阮的感谢。恳求主，你特别看顾甲保守，继续来引带阮面前的路站，互阮的特刊会当顺利来完成。嘛，阮建堂虽望是长长的路，总是阮知，即摆就开始。主，你要陪伴阮面前的路，主，阮感谢你。听阮的宝贝，阮特别为着施春华、陈晨阳、陈清慧、王一楠、黄宗胜、郑素云、曾正论、陆仁杰，阮为着这些兄弟姊妹来祈祷。主，你知因伫辛苦白疼的当中，阿爸爸，你的圣神成做因的安慰，成做因的力量甲扶持。主，求你帮助看顾，互因伫软弱的时阵得到坚强。求主你帮助看顾，亲自赐下你的医治，搁较赐下你家己所要互阮的平安。主，阮感谢你。主，我嘛为着郭富如弟兄伊的全家来祈祷，求主你互伊的细囝会当顺利来到教会，甲阮教会所有的细囝来做伙成长学习，嘛看顾因这个家庭。阿爸爸，阮感谢你，阮将一切仰望伫上帝你的手，求主你引带保守看顾，互阮的教会成做一个听的教会，互阮所做下伫你主的旨意。主，阮感谢你，阮安尼全然的交托仰望祈祷，拢是用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这时咱来吟上行392首，上行392首，阿罗上帝万福本源。上行说，咱请牧师来祝祷。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胜，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伫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热岛闭会。
辛苦你们长老执事，甲着所有的遮有一个同工来到头前来敬上吼。咱等者要请咱的新旧林的长老执事